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嗨安，嗨，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我们要玩知识王大考验。啊，今天会有数学题吗？数学题有啊，数学题有啊。哎，等，回来，大家不要这样，回来。拜拜。好，回来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有鉴于大家学识浅薄啊，就是我们今天就问一点大家以前读过的东西好了。我们就题目就是国高中读过的历史地理题好了。这应该可以吧？这有把握吧？应该可以，蛮简单的啊。可以吧？应该可以的。对吧？好，那你们应该都有把握了哈，不要把学过的东西还给老师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题呢是历史题。好，我要出题了。好，请问东晋的时候，北方的前秦元帅叫做苻坚，然后他带兵南下到淝水这个地方。那请问东晋的太傅谁把他击退？他姓谢。谢和弦。不是谢安，谢到对，谢安，恭喜。不会。我可没听过你说的到底是谁。然后看来大家还要再加强一下。好，那华宪得1分。好，那第二题是世界的地理。OK， 请问世界上最长的国家在哪里？然后叫什么名字？美洲。意大利。不是意大利。美洲。美洲。墨西哥。错。美洲对一半。美洲。巴西。不是，美洲都对一半。加拿大。错。美洲来的。南美洲还北美洲？中南美洲吗？最长的国家。对。好，我给提示，在南美洲。然后它在边边角角。最长不是最宽哦，是最长哦，长是有效2个字。它跟一个艺人的名字很类似，中国艺人。谁啊？李连杰老婆。谁啊？好啦，给你们解答，智利啦。这个国家叫智利啦，就南美洲最长的那条，边边那条，有够长那条啊。啊，我有印象。对啊。那为什么跟李连杰啊？李连杰老婆叫励志。你好有梗啊！恭喜发财。这题没有人得分。好，那我第3题问点简单的好了。台湾地理，这题真的不会的话，真的对不起父母啊。请问台湾最长的3条河流是哪3条？浊水溪、嘿，淡江、高屏溪，嘿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大甲溪。淡水河。啊，淡水河跟淡江是一样的。不一样。至少我对2个吧。好，对2个，好啦，对2个还是给你1分啊。好，第4题台湾历史好了，我发现这好像比较简单，你们好像比较会。好，我先讲一段叙述，才会有我要讲的题目。好。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呢，台湾被割让给日本。那当时的台湾人民呢，因为不想顺从，所以就成立了台湾民主国。请问第1任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叫什么名字？蒋。当然不是姓蒋。姓林吗？当然不是姓林。姓林吗？李吗？不是李。姓，我可以跟大家讲他姓氏，姓唐。唐景崧。对，答对。请得第2分。我以为他是中国人呢。那他那时候在台湾，他是台湾，然后后来他就是跟邱逢甲一起搭船跑回大陆了，因为台湾沦陷了，然后剩刘永福一个人在抗日。啊，刘永福后来没办法了，因为刀枪怎么可能有办法跟枪炮对抗？所以就也是一样偷搭船回去。历史小达人。老人来公告。赞啦！以后我们就开一集公购讲历史故事。好 ，OK。好，再来进入第5题。第5题呢是中国历史啊，我一样会叙述一下一段，再问我要问的问题。好，隋末呢，李渊举兵就是要推翻隋朝，那后来也推翻了嘛，然后他建立唐朝，他叫唐高祖。那他儿子呢有李世民嘛，然后李元吉、什么李建成这些人。那请问李世民发动了什么叛乱，才可以登上皇位的？它是一个门。对。一个门。它是皇城的其中一个门。什么玄武门之乱？对，玄武门之变。对，他做掉，因为李世民是2哥，
他是二子，然后他干掉了他的大哥跟他的小弟。对，他在玄武门发动兵变，然后干掉大哥小弟之后，就当上了唐朝的第2任皇帝。好，我们进入第6题。第6题是台湾历史。好，这题就非常的简单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台湾是哪一年被割让给日本？不要告诉我这你们不会啊。38。不，哪一年被割让给日本？西元还是西元几年呗？18多少？ 1874、1895。对，哦，真的假的？恭喜！优秀因为啊！ 1894年较真战败嘛，然后那年签订马关条约，那1895年就正式归入日本。对，天哪，其实我只是觉得他念起来比较顺。恭喜！好像有听过一样。真是优秀。因为甲午年是1894，然后1895是乙未年。对，然后那一年台湾有一个乙未抗日战争。对，是啊。会念乙木还是乙未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对，乙未年。好，再来是中国地理。我先说，是因为我们这集是要复习以前教过的东西，并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哦。请勿妄自揣测哦。对，好。那中国地理嘛，请问长江没有流经下列哪个省份？是选择题哦，没有流经哦。A. 江苏 B. 重庆 C. 安徽 D. 陕西。这很简单吧？重庆吗？当然江苏、不是，安徽、全错。拜托一下，我刚刚讲的都是在南部江南的地方，然后陕西它是在北部，它是在甘肃旁边。对，全球。你们以前老师教的时候都还回去了，恭喜发财。这题依然没有人得分，所以现在依然是花倩2分，知行2分，对吧？好 ，OK 啊，对，子文有1分 ，OK。好，第8题，中国历史，明朝历史 ，OK。大家都知道，那个朱元璋死掉之后，本来是他的孙子要继位嘛，可是被他的朱元璋的世子叫朱棣没有，朱棣啊，对，一路从北边的燕京打到南边的南京。好 ，OK， 那打下来嘛，他是明成祖嘛，他后来人家给他的封号谥号是明成祖嘛。那请问一下，因为当初明朝的首都京城在南京，请问为什么要把京城迁到北京，也就是燕京去？有几个选项 ：A. 南京太湿热了，朱棣不喜欢 ；B. 他的老婆住在北京 ；C. 他的封地在北京 ；D. 他的祖坟在北京，请选择。D 是错，封地。答对，是封地。因为朱棣呢是燕王，燕子那个燕，那幽燕地区就在北京那一带，那一带古时候称幽燕地区，像以前燕云13州就在那个地方。对，你们是不是对于我讲的东西没有什么概念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9题。那因为目前呢，3个人都是得2分都同分，所以我们第9题就是最后一题。那最后一题当然要特别难，对，我会给你们选项啦，就是不要说让你们答不出来。嘿，好，开始喽。16世纪是地理大发现的一个时代，发生了比如那个麦哲伦绕行世界1周啊，西方向美洲殖民等等的大事。好，那请问，法国宗教战争、荷兰独立战争、日本战国时代，然后岳飞向北方攻击金朝，跟郑和下西洋，请问上述5件事情中，有几样是发生在16世纪？好，念完了。对，请答题。请答题。一点懵逼，这题特别的难，我给你们。我连你刚刚讲的选项我都忘了，随便猜。
就是有5个嘛，然后请问有几个是发生在16世纪？3个，答对，真的。就是3个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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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耶！知晴得到珍贵的第3分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我跟你们解说一下好了。我刚刚念的法国宗教战争、跟荷兰独立战争，还有日本战国时代，都是在16世纪发生的事情。然后剩下的呢是岳飞向北方，就是岳飞北伐金朝，那个是发生在12世纪，对，宋朝的时候嘛。啊，郑和下西洋呢是在我想一下，是在也差不多12、13世纪左右，对，也是在12世纪啊，对，也是明朝初年的时候，也是12世纪。OK， 这是3个啊。好，那知晴是我们今天的知识王。好，那请问在座3位，就是拍完今天的影片，有没有对就是不管是台湾啊，还是世界，还是中国的历史更加了解一点？有吧？有吗？有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会再做一集，完全就是做这种东西的。不要我。对，大家要好好读书啊！大家好好读书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那品习去吃饱。不要问我数学题，拜托一下。好，不然你们快问我一些历史的题目。好，那金属的燃点。历史这个历史的。